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疫情指挥中心下晡的记者会，由指挥官陈时中亲身来主持，针对着昨确诊的2个机组员的疫调甲疫情来做详细的说明。1078跟1079这2个个案那相关的采检的情况也都还在持续进行中。那1078它的接触者我们匡列29那已经采的有11位，那待采还有18位。那采完的这11位有2位是阴性，那检验中的有9位。那1079它的接触者有139位。那其中有3位为防疫旅馆的员工，那有适当的防护，所以没有采检。那已经里面大概已经采的是有132位，那130位是阴性，那在检验中的还有2位，所以基本上在相关的采检的匡列的范围里面，当然在1078里面还比较多，有9个人还在检验中，那1079只有2位在检验中，那有检验出来的有检验结果的都是阴性。后来2个机组员的感染源也是查不出来。另外，今仔日是增加着4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分别为斯洛伐克、印尼甲菲律宾来入境。这嘛是台湾第一届为这个斯洛伐克有输入的病例。这个斯洛伐克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。目前台湾确诊的病例数7082例，11个人死亡。